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这次真是便宜你了，要不是师叔饶你一命，必将你千刀万剐。秦无言，我可是冒着极大的风险，才救下你这条命的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晚辈定当尽心竭力，以报前辈的恩情。好，起来吧。此人功力已去，形同废人，师兄不必多虑。鬼王宗绝不会放任一个叛徒留在焚香谷，万一青云问起，又该如何交代？等秦无言写完万毒谱，制成药丹，弟子们必定功力大增，这不正好可以对付魔教吗？至于青云门，哼，我从来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过。本门功法源远流长，穷毕生之力也无法钻研至精通之境。你怎么总是喜欢修那些旁门左道？魔教功法吞噬人心，万一有一天被他反噬，又如何是好？你能不能不要反反复复提这些？天书没有人修炼过，所谓反噬人心，根本就毫无证据。莫非你去过玄火潭，看过天书？你，师弟，你怎么连我也不相信了？不要打天书的主意，对你没有好处。我就是为了焚香谷的100年大计，师父苦等了一辈子，最后一语而终。这番基业，已经到了发扬光大、称霸中原、一统正魔两教的好时机。我们怎么能畏首畏尾，坐等机会白白错过呢？还不是时候。现在鬼王宗和青云门仇气正深，我们还得保存实力，先让那两派先行争斗，而天书就是他们交手最好的导火索。师父、师叔，青云门弟子林惊羽来了。就连商正良这等修为，也中了偷袭。是，据田师叔推测，鬼王宗的下一个报复目标，或许就是你们焚香谷。天书在此，鬼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不过我焚香谷高手如云，戒备森严，不像你们青云门，什么奸细叛徒都进得来。魔教诡计多端，防不胜防，还请云前辈不要大意。我知道了，林先知一路劳顿，且先下去歇息吧。云前辈，不知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不是说援军随后就到？我自己来的。秦无言呢？你们不是一起行动？他已经进了焚香谷。怎么进去的？苦肉计，还搭上了一身的修为。你要去哪儿？焚香谷。鬼王说了，除非他和青龙亲自来，不得擅自行动。
可是玄火潭附近有非常强大的防御结界，不可贸然靠近。咱们还是先和秦无言碰头，确定天书的位置，再做计较吧。不能再等了。要是让鬼王拿到天书，事情就麻烦了。千万不可以惊动秦无言。你和鬼王闹翻了。我是中间传讯的人，只要我不告诉他们，他们不会知道这里的情况。请你相信我。你现在替鬼王办事情，我怎么能相信你？因为我也不想受神复活。毒谱，再让上官师叔在师父面前美言几句，你就不会再有危险了。说不定还会收你为弟子呢。入门不敢指望，只要能让我留下来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天下这么大，你为什么就想留在焚香谷啊？天下之大，却已无我立足之地。这里能让我容身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天多亏了姑娘的悉心照料。想当初在四泽，我竟险些杀了你，实在是万分抱歉。也多亏你当初手下留情了。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子，任谁也不会痛下杀手的。你先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去找师叔了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原来两位这么爱听墙角啊！不过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浪子回头，何必打断你？你是来嘲笑我的吗？你当真以为我会喜欢这个愚蠢至极的女人？那可不一定。连万毒门的看家秘籍都被你给卖了。还有什么是你毒公子不会做的？我在万毒谱里几个最重要的提升修为的药方上动了些手脚，以上官策浅薄无知的药力根本就看不出端倪。到时候拿去炼丹，定会炸死他们自己。不出今夜，焚香谷就会被炸毁。只要你们……不对，来接应我的不应该是青龙吗？怎么是你来了？他人呢？计划有变。青龙让我先来一步。天书被放在什么地方？鬼力，鬼王的密令呢？没有密令，我就是密令。现在你修为尽失，我一掌就可以杀了你。也好。从叶红口中试探到，天书被封印在玄火潭中。就知道你会来这里。其他人呢？天师叔已经在来的路上。还是你想等齐了人再动手？我没时间奉陪你们，闪开！鬼力，难道你还想帮着鬼王复活受神吗？林金羽，鬼力并非受鬼王。不必说，我要做什么事情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
我就说留那秦无言会生祸患。看吧，这么快就引来了鬼力。师兄，秦无言一直由红儿监视，他没有可能传出任何消息。我想鬼力应是奉鬼王之命前来，跟他没有关系。那你跟我解释解释，为何鬼力对焚香谷的路径这么熟悉？师兄，总之由我来处置吧。等炼药完成，我自然给师兄一个交代。他们去的方向，显然就是玄火潭。看来天书放在玄火潭，也不安全了。师兄，不必多虑，玄火潭结界只有你我二人才能打开，别人谁也进不去。那只6尾妖狐是怎么进去的？师弟，玄火潭乃是本派重地，潭下还镇着只1000年的妖狐，上次已经被入侵过一次，还抢走了玄火剑。这一次，切不可掉以轻心呐！两位前辈，不如让晚辈守在玄火潭前，或许能等到鬼力。林师侄出手相助，足感盛情。本派之事，不敢假手旁人。云前辈，玄火潭乃是焚香谷的重地不假，但天书一事，事关正道安危。我们共同的敌人，乃是魔教的鬼王。况且鬼力，也曾经是青云门的弟子。田师叔交代过，让我们设法抓住他，务必给师门一个交代。设法？怎么设法？青云门要抓回叛徒，是不是应该你们自己想办法？居然用天书做诱饵！前辈误会了，晚辈只是……林师侄的好意，我们心领了。只是你虽等同于青云戒律堂首座，但仍是晚辈，资历尚且不够，不要再提这种无谓的要求了。下去吧。青云门真是太过分了，真当我焚香谷无人，什么都想插一手。师兄，我这就去加固结界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记住你说过的话，炼药结束以后，尽快把秦无言除掉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当然。你师兄不仅不愿你得到天书，更不愿你炼制丹药增强修为。他忌惮你比他强大，由始至终都未曾相信过你这个师弟。打开玄火剑，天书就是你的了，你何不试一试呢？我是不会被你蛊惑的。小凡，我对你毫无怜惜之意。我想起来了，毒公子是吧？人都是惜命的，而他就是我的命。红颜远，相思苦，几番意，难相负。
10年情丝百年度，不斩相思不忍顾。碧瑶，他终究是没有负你。秦无言，快走吧，离开这儿。怎么了？白天鬼力曾潜入焚香谷，师父和师叔对你起了疑心，所以等他们今晚炼好丹药后，就会杀了我，是吗？过河拆桥之人，世上何其多，你无需替我担心。早在进来之前，我就已谋定退路，定能全身而退。谋定退路？难道你真的是跟鬼力串通好的？你来晚了，简直不知所谓。与此女子纠缠不清，与你又有什么意思？好久没看到这么关切的眼神了，便忍不住多逗她几日。何况我刚被废了修为，除了见她，还能见谁呀？焚香谷居然下如此毒手！他们很快将自食其果。上官策已经在炼药了，到时候丹炉炸毁，他们焚香谷弟子不是身中七窍流血之毒，便是粉身碎骨而死。你来的倒是时候啊！怎么进来的？难道你忘了，六尾妖狐曾来此盗取玄火剑，早已将地图绘制好，交于鬼王宗。我想来焚香谷，简直易如反掌。现在天书正在玄火坛上，需要上官策跟云逸兰的钥匙，方能打开。不过，鬼力已经抢先一步去了。看来都在宗主的计划之中。我们就让鬼力先打个头阵，我们守株待兔也无妨。鬼力，你有什么计划？调虎离山之计。怎么个调虎离山法？上官策一定分不清楚，他手上的天书到底是他们的还是我的。只要我释放天书出去，上官策一定会以为天书离开了玄火坛，从而进一步怀疑是云逸兰偷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天书好好封印在玄火坛，我没事把他带到地死院中做什么？可是我分明在院子里看见了天书的金光啊！你有话就直说。你是不是私下拿出了天书，让薰儿修炼？
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感觉到你内心的愧疚、痛苦、憎恨与仇怨。当真是心魔绝佳的食粮。可是，为何在诸多的黑暗力量之中，仍有一丝希望？就像一盏灯一样。是谁给你留下的这盏灯？小六呢？玄火剑不是他拿走了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说的小六，是那只长着6条尾巴的六尾灵狐。是。他死了。10年前，死在了黑石洞里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儿子死了？你是六尾的娘？狐妖，受死吧！怎么样，连靖宇？你说要帮我们保护玄火潭，没想到你跟鬼力勾结在一起，来抢夺天书。李寻，李寻，这次绝不能让他活着出去。林惊羽，既与魔教勾结，休怪我替青云清理门户。你同我们不是一伙的，趁着法术未成，你快走。鬼力，这是焚香谷的正派阵法，你受伤未愈，不宜再战。你先走，我打入他们。
到底损耗了多少修为？鬼力，不必追了，先处理焚香谷之事，其他容后再说。 焚香谷这么快就被攻陷了，这云一兰究竟在干些什么呀？据京域传来的消息，云一兰先是中了秦无言的里应外合之计，为炼长生不老药，令谷内陷入大乱，后因鬼力放出9尾天狐，纷纷被控制。当鬼王帅手下入侵之时，云一兰大势已去，只得仓皇出逃。那他们现在去哪儿了？京羽师弟已经去找了，性命。 万大山，阻拦鬼王。师伯，弟子与您一同前往。好。 多谢前辈，不光救了我性命，还帮我疗伤。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想欠人情而已。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么拼命的人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着要去救别人。你可知道，之前你的身体险些崩溃吗？ 我知道，知道还这样用尽修为，你不要命了？前辈放心，我是不会死的。你用噬血珠和摄魂这等大凶至邪之物做法宝，邪力侵体极深，尤其这噬血珠，内含暴戾煞气。 摄人魂魄于无形，我料你必定时常受其煎熬，且性子越发嗜血好杀，是吗？若不是你修为深厚，有青云和天音这等至正至纯的中和之气替你抵挡，怕是早就神志不清，发狂而死了。 不用这么看着我，像我这样活了几千年的老女人，知道的事情自然比较多。
不过，你能在噬血珠邪力与摄魂煞力之下活到今日，实在算是艺术。但你的身体还能撑多久，难以估量。年轻人，今后你若想安稳地活下去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将那天地间第一邪物给丢了吧。前辈可知道，这天地间第一邪物，不知救了我多少次命。如果离开它，我可以安稳地活下去。但前辈可知道，如果我没有它，可能早就死了。有一件事情，前辈说错了。什么事？这天地间第一邪物，并不是它，而是人心。九尾妖狐可有下落？九尾妖力甚高，我们没有去找。鬼王是不想在关键之时招来强敌吧？无言，我能为你接经续脉，但想恢复修为，要等鬼王来跟你传授功法，重新修炼才可。如今鬼力背离，已经惹得宗主十分恼怒，你就不要再自作聪明，惹他不快了。我也是个废人，哪里还敢招惹他？你就别妄自菲薄了。此番你为鬼王宗立下大功，宗主已经答应我，将授予你一件天书功法，助你恢复法力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宗主言出必行。况且，现在正逢我教用人之际，他也需要帮手啊。你就尽快养好伤，随我进军10万大山。好。对了，鬼力也会去吧？他会阻止四灵血阵吗？幽姬正带着碧瑶向焚香谷会合。说实话，为了碧瑶，我也不想与他为敌。他也是为了碧瑶，不过他也不会听你们的就是了。你怎么将他放在身边？你就不怕他清醒过来砍你一刀？我一身修为尽毁，需要一个护身符，替我挡住焚香谷的人，不是吗？林惊羽，你跟着我们是来看戏的吧？一事归一事，焚香谷有难，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？师傅，师傅，焚香谷已被鬼王宗占领，上官师叔和艳红师妹，还有很多焚香谷弟子，都已经下落不明。上官策，我就知道。他迟早被奸人所趁，真是我焚香谷的奇耻大辱。师父，不如趁鬼王宗还没有站稳脚跟，今天晚上，我带众师弟们再杀回谷去。你懂什么？玄火剑跟天书都到了鬼王手里，你打得过吗？如此莽撞，难道你想叫我焚？这傻孩子，既然看透了生死，何必一定要
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即便是碧落黄泉，也是欣然无悔。黑石洞在哪里？日后若有机会，我要去那里看一看。西北大漠的深处，有一个地方，叫做小池镇。哎，对了，既然小六把玄火剑交给了你，为何又让别人夺去？你知不知道，这玄火剑乃是天地世间的无上神器，万物之精。若能真正掌握它的力量用法，则具有毁天灭地的奇威。我又不想毁天灭地，我想要的，他又给不了。说得好。这300年来，我在玄火潭下不见天日。该多好！你被焚香谷禁锢了300年，难道没有想过报仇吗？想，无时无刻不想。可是，看到这辽阔天地，我却突然提不起精神去报仇了。世间之事，自有其因果。我已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光，如今且在这人间过一段舒心的日子。报仇，再说吧。既然你对玄火剑不感兴趣，那你要天书做什么？复活我心爱之人。哦，之前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碧瑶碧瑶的，是他吗？她是鬼王和小痴的女儿。小痴的女儿，她也死了？不，她没有死。10年前，他帮我挡下了诛仙剑，幸亏他身边的一个异宝合欢灵扣下了他一脉魂魄，保全了他的肉身。这10年以来，我走遍了天涯海角，一直在寻找能够让他醒过来的方法。生死有命，你这么执着做什么？像你这样的，我见多了。顶多再固执个几年，早晚什么都会淡的。10年在我们眼中，不过弹指一瞬间而已。也许这10年我找不到方法，但是下一个10年我还是会继续，直到让他复活为止。伯母见多识广，不知有没有办法能够救他。还真有一个办法。是什么办法？如果能够复活碧瑶，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。传说10万大山巫女玲珑那一族有种聚灵还魂的艺术。你说的玲珑一族，是指黑巫族？你也知道10年之前，我去南疆找过，所有的人都告诉我，
见过黑巫族遗留的痕迹，或许还有人存在。现在还能找到吗？罢了，看在你对我有恩，碧瑶又是小痴女儿的份上，我就帮你这个忙，带你去10万大山走一趟。不过，沧海桑田，过往之事很难再去考究，能不能碰得上，还要看你的运气。多谢伯母。来日有任何差遣，尽管吩咐。那好，我现在就有一件事情要吩咐你。请说。不要再叫我伯母，我只不过2000多岁而已，你就叫我小白吧。不是让你在焚香谷外等吗？怎么又跟过来了？行了，跟着吧。记住，千万别惹事。一介凡人，竟能收这3眼灵猴做灵宠。我叫小白啊。小辉竟然愿意和他亲近，希望这次真的有希望复活碧瑶。当初我劝宗主莫要将天书授予鬼力，现如今我反倒要劝您，莫在他身上多费心神。毕竟他想复活碧瑶，目的与我们一致。况且黄鸟在我们手中，不设法阵之时，他必定出现。我知道，只是这10年来，我苦心培养他，原本希望碧瑶能够醒来之后成全他们，也算是我们鬼王宗后继有人。鬼力的性子本来就是桀骜难驯，眼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。现如今，我们虽说是占据了焚香谷，但是天音阁和青云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尽快打开10万大山的结界，找出藏于其中的饕餮灵兽，完成4灵血阵。上古的3件宝物玄火剑和伏龙鼎都已经在我手里了，说不定连诛仙剑都可以强行抵抗。不用怕他们，越是接近攻城之时，我们越是要稳妥为上。千秋霸业近在您的眼前，可眼下我们的敌人还有青云门和天音阁，若是他们前来阻扰，我们腹背受敌，怕是不易应付。建立4灵血阵之时，我更是无法分心。先生大可放心，进入10万大山之后，我定会全力保护法阵。眼下我们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祭品一旦抵达，我们便可以开始了。祭品？哦。也是巫女玲珑的故居。我去探路。哎，小辉，你就别去了。你道行太浅，灵智初开，人世间之情爱
至邪之物，不该会受损才对啊。除非是与邪煞之力更强的东西碰撞。可是，这世间还有什么东西比噬血珠的邪力更强？你若不愿意噬取生灵之血，我倒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用兽神之血，用他血的强大煞力，源与你有何关系？那你做的事和鬼王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当然不一样。碧瑶曾经的梦想就是阻止这一切的发生，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梦想。他之前可能会这样想，可是现在呢？他还会这么想吗？当他为你挡住诛仙剑，当他沉睡10年，无法与你相守。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想来1000多年了。可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正在赶来这里的路上，不知大巫师可不可以告诉我，玲珑与兽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他是如何封印兽神的？说来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上古之时，南疆各部10万大山中的先民被遭疾病、饥饿与灾难所困。巫女玲珑为研究长生之术，化解百姓痛苦，尝试着与天地煞气沟通，试图消弭戾气，令其转化为强有力的生命之力。没想到，他的法术却将天地戾气聚拢成形，制造出兽神。玲珑创造出这个集天地戾气于一体的怪物之后，
不得不亲手将其毁灭，希望能弥补自己的错误。可惜，在他牺牲了性命，将兽神封印于镇魔古库之时，不料兽神被打散的残灵逃逸，残留的血迹也被有心之人带走。大巫师，你留守在此地，千载难以安息，是否是有未了的心愿？也可以这么说，我俩逃逸的残灵心有不甘，而世间觊觎兽神强大力量的野心之人，也会想方设法把兽神复活。我留在这儿，是等待阻止他的人出现。我曾在万福古窟和玄火潭见过兽神的残灵，光是残灵之力，便能够毁天灭地。凡人应该凭借什么样的力量，才可以阻止他？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玲珑巫女亦是凡人，却可创造出匹敌天地的妖神。如今这七里洞尚存有当年的记忆，我帮你进入，或许能找到兽神的弱点。又见面，三番五次坏我好事的小子。10年了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再见。10年，这次我感觉到你身上的绝望、愤怒、悲伤。如今的你，可明白我经受的这一切痛苦？我感觉得到。可是这一切，都源因你而起。若不是正魔之战，要不是鬼王为了复活你，一切。被坚持的信仰所背叛，这种感觉我也有过。
咱们要尽快啊！我们进去吧。青云，师叔，云谷主，师弟们协同焚香谷的弟子彻查谷内，驱逐了所有看守的鬼王宗弟子。魔教现已进入10万大山，怕是要孤注一掷了。唉，此次幸好有青云门各位道友相助，否则连仙师传下的基业，怕是要毁到我们手里了。哎，云谷主说哪里话？魔教素来是心怀叵测，想当年我青云也曾遭过鬼王的暗算呢。现下你焚香有难，青云定当全力相助。田师叔，云前辈，眼下鬼王已率手下进入10万大山，结界被毁，我们只是勉强击退了魔邪，不知道还有多少魔兽要冲出来。眼下情况紧急，我们需要尽快应对。马上要去维护结界，又要派人深入到10万大山去阻拦鬼王。眼下我们的人手又不够，这问题是很棘手啊。我去。弟子早知秦无言诡计多端，却疏忽大意。如今上官师叔下落不明，之前有人见到艳红师妹中了毒，被秦无言带走。弟子作为师兄，难辞其咎，所以弟子一定要进入10万大山，把她救回来。雪儿，为师要与田道兄留在焚香谷，修复结界。10万大山内妖物横行，魔教也定会设下陷阱伏击你们。此行怕是凶恶万分，有去难回呀。云前辈，我愿与李师兄一同前去。我也去。师叔，我愿带师弟师妹们一同前往。你想清楚了？师叔放心，我们定当全力以赴，不辱师门。切记，千万要小心。是。这里便是被遗弃1000年的七里洞了。看来有人捷足先登了。是鬼力吧？既然他已经到了，不如我们加快步伐，抢先一步到达祭坛。无妨，伏龙鼎在我们手里，他即便先到了祭坛，也做不了什么。我们需要在此地设法捉住饕餮。饕餮，在这里。饕餮隐藏在10万大山之中，但是4大神兽具有其异能。黄鸟是万兽之名，魁牛是万兽之力，黑水玄蛇则是万兽之目，饕餮是万兽之风。不错，就像在流波山一样，黄鸟的鸣叫声可以引来魁牛，同样也能引来饕餮。我们在此稍作休息，准备抓捕最后一只神兽。
是在做什么？布置阵法吗？莫非就想在这里复活兽神？不可能，复活兽神至少需要祭坛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切记，没我的命令，切勿打草惊蛇。碧瑶，你再等等，鬼灵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他和你爹都在想办法救你，无论他们做的是错还是对，我想你一定不希望他们再敌对。可是他们都太倔强，又已阻止不了。先攻击他，挫其锐气，等到饕餮虚弱时，方能把他收入鼎中。小黄，小黄是什么？喂，你养了几只灵宠啊？我们走。没事吧？走。鬼力，快夺回伤心花，碧瑶在里面。宗主，大局为重。我女儿失陷于人手，我如何顾全大局？交给鬼力，他一定可以带回碧瑶。我们当务之急是要祭坛布阵，如果耽搁下去，正派人士赶到，必前功尽弃。带走碧瑶身体的人是他，需要把他一起带过来。伏龙鼎先放在我身上，你带着幽姬和青龙到明令峰顶，先布置法阵，找到碧瑶之后，我再来跟你们会合。